有了议员陈义丁、蔡宏全以及青果西施号称的严家龙理事长共同发起的爱心活动，结合台南市社会局推出公益的文旦礼盒，主打一箱10斤，你买一箱，阮搁再捐一箱，由着社会局来分送给弱势家庭。连续4年，在中秋节的前夕哦，那结合很多的这个爱心团体，还有在地的社团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哦，就是您买1盒，我们再帮你捐1盒哈，1斤1盒是10斤，1盒700块哈。那我们的目标希望能够募集750盒哈，来在中秋节的前夕来关怀我们的弱势的家庭哦。那我也谢谢我们的发起人严理事长哦，已经连续4年了，那也期待说抛砖引玉，也鼓励大家踊跃的来认购来协助我们的弱势的朋友能够在中秋节过个好节。那也知道说最近风灾的影响，其实我们整个农作的收成都受到蛮大的影响，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心我们在地的果农，所以也感谢我们的严理事长发起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也鼓励大家多多来认购，来协助我们的果农，也协助我们的弱势朋友度过这个温暖的这个中秋佳节。社会局这边会已经有规划将这些文旦礼盒分别送到我们大台南市的一个儿少的据点弱势家庭，还有身障小作手皆有，还有私立的一个人家的一个育幼所的一个这些孩童希望我们这种社会的一个温馨的这种义举能够引起也算是抛玉引玉不是抛砖引玉，是抛玉引玉让社会大众来共同的响应。主办单位台南市百业国际药进协会创会理事长严家龙表示，为了支持在地果农，同时嘛关注弱势来做公益。今年的目标预定750箱，整箱的礼盒除了有民间企业来关注，另外一间店买100箱，还佫加上有够保庇的抱枕1个。我们就来买1盒捐1盒，由嘉颖这边来联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理事长们、各界的精英们一起来合作，因为我们本来就要送礼的，礼轻情意重。那我们的情谊是怎么来？我们就来捐给我们的弱势团体。那在这边也很感谢社会局的大力协助啦，可以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捐，不知道捐到哪里去。好，那透过社会局这边协助，让我们可以帮助到750个家庭，非常的感恩虽然距离中秋节还佫有1个半月的时间，不过伫个活动宣传起跑以后，马上有企业另捐200盒。主办单位希望各界会用踊跃响应，互台南的爱心甲善行会用互更较侪人来看见。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